依家邊間公司唔用 AI， 無論係用 Gemini、Grok、ChatGPT 定 Claude， 大家都已經習慣咗叫 AI 幫手。無論係寫手推廣內容、處理繁瑣嘅系統營運、整理文件，甚至係高難度嘅寫 code 同自動化複核， AI 應用都好似無處不在。但係貪方便背後嘅代價係好多公司為咗更快、更準，會直接用 API 串接公司系統。確實 API 處理任務係好快好準，但你有冇留意到，你每次叫 AI 做一件事，背後都係計緊 token 錢，每一個指令、每一段回應，全部都係錢。如果過度依賴，隨時令開支失控， token 費波動會隨時令隱形開支大爆發。好多老闆以為 token 費係固定嘅，其實佢同油價、金價一樣會大幅波動，影響因素多到你想象唔到。例如電力成本 ，data center 耗電量驚人，特別係依家電費、油價加價 ，token 成本自然會水漲船高。AI 嘅油費其實好貴，其次係市場需求，全球越多人爭住用同一個模型，運算資源就越緊張。當全世界都搶緊 GPU 嘅時候，token 價錢點會唔加？仲有新模型推出，每次新版本推出，例如傳聞中嘅 GPT-5，性能雖然強咗好多，但背後嘅研發同運算成本亦可能跳升，直接反映嘅收費上。最後係平台策略影響 ，AI 公司要衝 IPO 或者面臨融資壓力時，為咗交靚個業績，價格策略隨時會變，你嘅利潤可能就冇被策略性決定蠶食晒。我哋要揭開 token 陷阱。如果公司流程100%依賴 AI， 當 token 費突然抽升嘅時候，你嘅營運成本就會瞬間失去控制，甚至有機會蝕本。呢個就係 token trap， 你以為自動化幫你哋嘅人手，點知轉頭將辛苦賺翻嚟嘅錢交晒俾 AI 公司，你嘅利潤變咗人哋嘅營收。我哋 Cell Technology 建議及早建立 AI 緩衝區，我哋絕對支持用 AI 去精簡重複工作，但更聰明嘅做法係策略性自動化。我哋強調自動化流程唔等於100%依賴 AI， 一個健康嘅系統應該係結合 AI 嘅靈活性同傳統自動化嘅穩定性。我哋建議以下3點：第一，優化自動化 workflow， 重新梳理流程，集中係最關鍵、最需要創造力嘅步驟先至使用 AI。唔好殺咗用牛刀，咁樣可以幫你睇返大量無謂嘅 token 錢。第二，混合模式可以用傳統自動化語法或者固定邏輯處理佢哋，就唔好浪費 token。用 AI 寫自動化語法程式，會幫你節省90%嘅 token， 整合一套混合架構，確保效率之餘，成本可以降到最低。第三，成本對沖，建立一套具彈性嘅自動化工作流作為 buffer。當某一間 AI 公司加價時，我哋可以幫你快速切換到性價比更高嘅模型。透過呢一種 AI 緩衝區策略，即使未來 token 費大幅加價，你哋日常運作都唔會受打擊。呢一種先係真正能夠持續可控嘅企業級自動化。總結嚟講 ，AI 係幫你賺錢嘅工具，唔好俾工具變成長期勒索你利潤嘅枷鎖。聰明嘅老闆要學識控制成本，而唔係被成本控制。如果你都覺得最近 AI 支出開始難以預算，或者想優化你公司嘅自動化流程，歡迎 inbox 我哋 Cell Technology， 我哋專業團隊會為你分析，我哋幫你算到盡，用最低成本發揮最強效率。期待同你一齊喺 AI 浪潮下守住荷包，贏在起跑點。